论，但是即有诶，咱甲写倒转来了后，你讲伊即就是色性论来讲，毋是事，按唯顺论来讲嘅，因为他不是论到这一点，因为伊是直接是大乘论来讲，菩提本无手，即个菩提本无手，菩提就是感嘛，就是叫做感。哦，咱讲甲有情叫做菩萨嘛，即有情甲有情叫做菩萨。哦，感就是咱家己的出现嘛，有情是众生嘛，你即个菩萨一定爱菩提萨埵嘛，菩提叫做感嘛，萨埵叫做有情嘛，叫做甲有情嘛。因为阿罗汉伊叫做感嘛，伊叫做自感，伊无觉他嘛。哦，阿罗汉因为自觉，伊无觉他，叫做独行嘛。因为菩萨叫做自觉觉他，安尼伊叫做菩萨嘛。因为安怎讲，伊的功德较大嘛。有自觉，伊有自觉觉他，觉是无圆满叫做菩萨；自觉觉他，觉是圆满叫做佛嘛。因为叫做圆满嘛。所以即个当中，即个咧讲就是讲，这个本来苦足的即个物件，叫做哪？叫做觉，叫做菩提。咱书本意思，书本意思，书本就是讲觉的意思嘛。何其自身本无清净嘛？何其自身本不生变嘛？何其自身本自苦足嘛？何其自身本不动摇嘛？本不动摇，本自苦足，本不生变，本自清净。这个物件毋是叫做觉啊，伊本自迄个物件，迄叫做具足迄个物件嘛。我们咱想讲一句话，在是不精才能不见，不精不见不变现，迄叫做绝对，迄叫做绝对体嘛。既然绝对体，伊就叫做苦足，毋是叫做，所以伊无减嘛。毋知讲咱，迄个来讲，大地众生富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大地众生富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大地众生拢迄个物件就是即个物件嘛。但因妄想即种。妄想即种就走遮来啊，走遮来，妄想就是上产济嘛，色心而且上在啥，用经验领落，伊本来就是无根本的物件，本来就种物件，经验就因用色心来嘛。既然就色心来了，咁中伊即地走袂出来嘛，伊走色去啊，伊走就色去。所以色甲地是共一个物件，色甲地是共一个物件，因为无色哪有地，无地哪有色。你今日你袂使，因为你修学道内底当中，迄叫做色空不二的物件迄叫做色空不二的东西是色空不二的物件，色贵空空贵色的物件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你嘛袂使把色空完全讲到咱无去咱过去来讲，你执色自空，即空毋对叫做色归空，空为色，色是空，空是色这是这个道理菩提本无手，就是咧讲啥？咧讲伊的主体，但是因为物件亦非在对伊本来的觉体所流露出来的物件，足自然流露的物件，因为无即个造出来，即个叫做地，即个叫做色。色甲地是共一个物件，咱会知影，拢共一个物件。咱的量叫做色，无量叫做地。换一个解说，今日太阳物件，就是咧讲即个物件。太阳，这太阳，拢叫自色，是毋是安尼？但是，搁有一个色甲地，这太阳因为伊如如，这叫如如嘛。咱知太阳伊是无，伊是地球是光传甲自传嘛，太阳是离啊嘛，因那叫做本自无足，不生灭，不动摇，是毋是安尼？伊无这物件。但是因为这地球转过来了后，咱照着叫做光嘛，咱就叫做地嘛。但是因为伊今日去照，日头转对面照无着，来讲咱甲解释叫做色嘛。色叫做暗嘛，这个光嘛叫做暗嘛。但是我请问，这个地球是甲讲有两粒地球无？无安尼，因为色内底有色力，色就是区别样貌，样貌叫做分辨嘛。
因你识，你若无分别，你若无分别，你就讲到哪？好，你若个应无所住，啊，无离心其心嘛。安尼嘛，你若无一个识，你惊应无所住，无离心其心嘛。啊，你若惊离心其心无应无所住嘛。因为应无所住甲离心其心，迄是两个物件嘛。应无所住叫做空嘛，离心其心叫做识嘛，叫做应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安尼敢有意思？所以伊空中内底有识，识中内底有空嘛，应无所住，离心其心。所以咱逐早讲，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听有意思无？这个自性的内底当中，一切万法无离开这个物件。咱而且变这个地球变化，有离开太阳无？你若无太阳，你通通翘去，你这人会生活来讲，无太阳，你就变成冰冻地带，含空气麻麻，一切拢做无啊！你设地变成啊，变成古话，拢讲无效。所以咱今日会知影，咱有一个如本来的本性，咱有一个智，甲有一个识，但是咱这个识就是叫念。叫燃心，因为怎讲？你一识，你内底无智；你识有识，因伊是分别。但是你是到你接这个识，你叫做无分别，无分别。你无你甲接这个识尔，你识中无，你智中无有识，识中无有智，识中有智，智中有识，叫做识分别，叫做识分别。毋是无分别哦，你无分别，佮死哩，佮执伫地后，佮执后，佮执伫色后。你若无分别，佮执伫色，佮执伫地后，佮是死哩地，佮死哩色后。所以智中有识，这个智就是分别。甲你讲就是讲内底有伊，色的内底有分别的内底，伊有智内底当中叫做光明，叫做清楚，叫你了解，叫做无执着。因为一定有这个说分别，恁听啥道理？恁若个头拢无分别，大坐大车，空坐大车，恁坐大车要创啥？坐大车要创啥？真每只我徛大车，因为恁就是听，但是恁听，恁会听了后，恁有一心的听无？所以咱佛道里经文经里第二文当讲，你应该听我为你说。若有善人，自善如理法，安尼道了三三菩提，应如是处，应如是行其心，有无？迄个谛听，迄个谛，经文经里个话，迄个谛听，这个谛叫做真谛，真谛叫做真句。真谛话就意思是讲，你听我讲话，迄就是分别啊。但是谛就是你会用一心来甲听，真心一心来甲听，叫做谛心，叫做谛听。你用旋转你若个在地道讲，你用旋转心听话，你的心一旋转嘛。你用分别心听话，你心就分别嘛。你用谛听，就是讲你用真心来甲听，就是谛中有识，识中有智，你毋通咧听法的内底当中，人咧听心到想是跋对去。安尼你有你我有听到一心有无？听到一心的内底，迄叫做哪？迄个叫做修。所以佛教上来讲，受持受持如受持经，受你有领受就有。像佛道讲经，佛道里迄个灵经上讲经的当中，伊讲到尾来，电话一味笑，什么人听毛病？开始哈哈在笑，迄叫做印心，迄叫做修嘛。但是迄个修，什么人受会着？什么人受会着？当时。迄个什么人啊？迄个孔子的弟子啊，主公袂当听到孔子的话，什么人亲主行真位，是毋是安尼？这个位，伊咧讲啦，我知影我君子之道，忠恕礼义，讲出来物件就走出物件听，但是我迄个位都袂讲一个物件，我迄个莲花微笑，迄都袂讲一个物件，什么物件？讲出来了就走。我有这番感状，亦还妙心。
避免法门是上无上，不离不离教我别读有上无，讲出来就以为总有去啊，讲出来大家就想作这去啊。我而且讲大家想作这物件，但是迄款的物件，既然甲面讲一个物件，迄叫做领悟、领受、领悟、领受。这个领受、领悟，迄意境的内底当中是你有没有意识？你能哦，我叫智没有事哦，智与事合在一起，叫做善分别哦。你执着事与执着智，就是妄分别哦。善分别叫做第二，若无分别啊，迄就是大水去啊。所以咱今日去了解这两首句的本来原则点就是啥？当然伊咧讲实心，好，但是伊咧讲自性为实，所以这是第一个解释。第二个问题，当然拄则明显解释着迄个所谓的三谛道场，比如咱我一寡物件含咧讲着迄个讲着三般若道学吼，叫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甲实相般若吼，这毕竟咱大家分享一下吼。